就要来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，你的热情甲支持。Talk 秀台语这个节目哦，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济城市，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，用台语来互动来耍游戏，比创意。节目呢，若是要来找找第二季这练喙火的歌手，更加希望咱所有朋友大家来爱台语，讲台语，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、生活的智慧，以及呢特别迷人的水气。透过这个无同的世代，大家来参与，和这份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，继续来发展，代代来相传。欢迎收看《Talk 秀台语》，全民练喙火。水哦！哇！是哩，阮伫咧即个学校呢，已经海选第2届啊。对。啊，即届哦，也是真侪学生呢，是讲因要练习，然后呢，了的家己准备啊好，今仔日嘛是要来表演。对，啊，这讲台语吼是讲实在吼，你加学吼是对家己拢有帮助的嘛。嘿啊，亲像我吼讲了袂认得，也毋过我去菜市仔的时阵，买菜时阵，吼。头家哦，也感觉足亲切的哦。系啊，你这地方互我较好的部分呐。部分啊，部位啦，部位啊。啊，若是买菜头家娘啊。迄是葱嘛吼，迄葱嘿，迄令果嘛，迄令果。我买葱啊，你唔着送我令果。嘿啦，毋是啦，买令果送一个葱啦，安尼啦。嘛是讲了练习啊，若一天你会晓讲的时阵，哦。你可能嘛会当去做主持人哦。会使哦，像我同款哦，今仔日伊同款有4位咱的顶一季的选手哦，伫遮吼大家来互相交流一下哦。好，无问题。好，咱来欢迎第一个，欢迎第1位。咱来欢迎第1位，伊叫做乌人，伊讲吼，伊这世人吼上要过顺的日子，欢迎准成。准听。马吉，你话，伊做甲讲的话，讲唔对嘛，马吉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let's welcome Mr. 黄君成。欢迎。Hello， 我今仔要甲恁讲一个故事，嘿，这个故事是叫做《孟庙三千》。孟庙一开始是嫁一个翁伫咧鲁国，然后伊个带一个囝，三个人住伫咧鲁国。因囝3岁时阵，因老爸死去啊，抱起来。所以想讲，翁心嘛，所以伊想讲嘛无啥物钱，无搬厝好啊，搬到低调边啊，然后，然后因为因囝阁是一个老无风的人，过两工下早伊一起来时阵，因囝看因老母就甲讲，老母，老早，然后伊想讲，哎哟，一个好好的人哪会变安尼？伊想讲安尼袂使，袂当变真心，就讲啊无。换一个厝好啊，因来个搬，即摆搬厝搬到网仔埔边啊。过两工下早，因后生就起来就甲讲：阿母啊，你今仔哪会遮老早啦？你想讲，靠，想要骂你想讲，你咧靠啥物靠？你咧靠啥物靠？嘿，你咧靠啥？你讲安尼袂使，啥物唔学即头路，安尼无好。我讲好，最后换一个厝好啊。即摆搬到学校边啊。伊想讲，学校边啊，应该是留读册，好好啊学袂歹。结果过几工，因囝毋知安怎起来时阵，开始甲因老母讲：阿母啊，你今仔哪会遮老早啦？三个合作伙安尼，嘿，真古锥的故事。乌人明庙3000，明庙3000。啊，阮兜隔壁就大庙，好规工甲王罗嚟啊！来，人数济济拢甲围我来哇！哦，这嘛学起来啊！就开始学这，对，买命，阮遐无远就望啊无。好，我看西讲迄条真厉害，真正的哦。你若讲啊买啊是啊哪红包银纸啥都啊用啊，王为我真心地爱。哇塞！爱对套的，嘿，哦，啊，册拢无咧读哦，嘿啊，嘿，所以人妈讲哦，知唔读，知婆考啦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册唔读啦，啊，你册皮拢了，拢去做混凝土啦，所以较认真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袂歹。好，第2个真古锥哦，伊敢若150公分尔，伊的绰号叫做布丁，阮来欢迎
单一金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吴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的布丁。讲到台语吼，阮兜是我上袂晓讲台语的呢，但是我想要证明我真正会晓讲台语。自细汉读幼稚园的时阵，老师拢教讲要安怎讲台语。我还记得佫一首歌。花经过来食茶，茶烧烧食金粥，金粥硬硬食硬硬，硬硬爱配卡，我来食芭乐，芭乐转转起，害我食一个辣喙齿。啊，芭乐的皮嘛顺刷卡伫咧喙齿内底，你会知这叫啥无？啥？靠皮芭乐，靠皮芭乐是啥物？你会知无？什么？卡比巴拉。一种动物。卡皮巴水皮巴拉。啊，我今摆要来模仿靠皮芭乐啦。哦，卡皮巴拉。哎呦！感谢大家。好，多多加油！谢谢。姚冠丁有请。姚冠丁。哎呦！哇，话这大声呢！恭喜哦！大家好，我是小美，然后我伫摆大学无偌久尔，差不多无到一年。我的岁数讲大无大，讲细嘛无细，拄好19岁。应该是桃花应该足旺的时阵，但是到即马就是无男朋友。我就咧想讲，为什么？大家应该嘛定定出去耍，应该会看路中有足侪吼，足水的查甫，一个比一个较水，迄腿一个比一个较长，迄比我命佫较长哦，足新鲜就真正的。毕竟，大家人会使选定大家介意的人，无分查甫也是查某，感觉是真好的代志。但是对我来讲，就是我的竞争对手愈来愈多。然后我就唔知讲，我后甲交男朋友，我应该是烦恼，定定念伫身躯顶的查某，还是飞放尿的查甫，所以我就真惊，就交无对。所以我就想讲，行一步算一步，时机歹歹啊，拄着就拄着啊。多谢大家。袂歹。爱多多练习啦！我看你行出来哦，遮济噗声，大家都咻咻叫哦，了是你真人气真旺。对啊。啊人哦爱有桃花。啊，好桃花有好桃花，甲烂桃花，所以呢爱去经营家己的好桃花，莫去拄到呢歹查甫，无你就交我坐的对不对？对啊，一个过一个嘛无意思，对不对？啊，到尾回答讲哦，迄个部队拢我的男朋友。一关。好啦，你好紧啦，莫讲时机摆摆，后白紧。对啦，七斤八斤变，紧到一个袂灵紧啦，加油！感谢小妹。刷来这位吼，伊这个自我介绍的这个职业，讲实在，这台语无啥晓讲。那我要认真来讲，伊讲伊是一个敲骨的敲骨师，敲骨滚头师，敲骨师，敲骨师。到底这么啊，年纪细细啊，呢会当做敲骨的，这厉害。来有请腾腾，大家好，拍破声。这代志发生在我大学1年的时阵，迄时阵我搁住咧学校宿舍，搁是1年嘛，迄时阵就出去拢会穿裙，都会穿裙衫。就是透早起床的时阵呢，拄好是热天，我来穿裙衫出去滴水。咧滴水的路上呢，对面有一个查某囝行落来，毋过伊用足奇怪眼神甲我，伊安尼甲我看。我想讲，我安怎吗？我足奇怪吗？结果我发现一件代志，就是我的裙衫规排拢无溜，内底2粒目珠咧家己青啦，应该就更小的啦。这件代志安尼啊，谢谢大家。你讲一个讲起的故事安尼哦。对。哇！我有一摆喺公车顶头吼，就看一个欧丽桑，伊直看头前迄个小姐，一直遐看，我想。这是怪怪，敢咪迄个一直要挖来迄款的有危险。结果呢，1站2站过去，黑里上挡袂掉啊。因为伊迄个吼棍吼，去夹要尻川芳内底。定拢会安尼。伊挡袂掉，因为迄若是我足艰苦的。是。伊就甲揪出来，
色龙啪甲拔落。啊，我是感觉我安尼足艰苦，你若感觉安尼较真快活，我搁甲坑倒转去。你个坑坑你哇！嘿，好，下一位。哎，谢谢腾腾。这个人名嘛真活泼，伊是活泼的土豆。欢迎土豆。大家好，嗨我叫土豆，哎呦我是查新5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同学。我懂了，懂了。好，学生学生。今日我分享的故事就是我的姊妹啊失恋，伊的男朋友是教教的老师，伊就甲伊迄届的查某朋友照三顿开讲，就互我的姊妹抓包。好，我就甲伊讲真侪道理，我就甲伊讲，莫为着一张墙啊，放弃规片的墙篮啊啦。这时阵伊就感觉足安慰的，感觉我讲的真有道理。就安尼，我为下晡4、5点讲到半暝啊，就过一工尔哦。伊就传互我讲，伊甲伊的前男朋友，伊讲重新做伙啊。系啊，我就讲头前佮安慰，伊是毋是甲我的话当作马尼东风啊？我感觉吼，法律上哦，会使甲伊加一条，若是甲前男女朋友又佮重新做伙，就破死去。等下来。慢慢讲，你讲伤紧，但你头有讲到个重点，莫为了一张球啊，放弃着球篮，过去搬去棒球。马尼东风迄是讲得真好，但是哦，使用甲你讲较清楚，甲下这个故事，迄爱搁另外一个功夫，慢慢来讲吼，莫紧张。好，感谢土豆，感谢。感这大家起来拢会紧张啦。谢。嘿难免啦，难免啊，顶下有看的人就知影迄阮小妹啦。对啦对啦。你好，我是Sandy Wu，and 你是土豆。 ？Oh my God！ 我已经是你已经是我的小妹，因为你甲看有 where。阿你好，来，叫一位。好，后一位我们要欢迎的这位呢，伊是一个真悬的落卡的查某囡仔吼，伊有170公分，遐尔悬，伊号做曲灵仪。会使哦，酷灵仪。哦，真热真热。那你叫引导。你看身体工作引导。你需要目镜吼。小明，对，就是小明。小明有一只鹰哥，你有伊的倒骹，伊会讲吃饱未？吃饱未？你有伊的正骹，伊会讲你有赢无？你有赢无？有一天，有一个朋友带一个小朋友来看这只神奇的鹰哥，你那就真正去试看卖，先有倒骹，吃饱未？吃饱未？哦。狗有正骹，你有赢无？你有赢无？哦，这个小朋友就足搞怪，想讲若是两只骹拢有，毋知影会安怎。然后伊就同时去有英哥的双骹，这英哥就讲：无来，无爱去试试的。我连拢逐个拢串一个，因为我听到这个版本哦，古早的版本来讲，你会正个讲 ，hello， 啊，你会倒开个，倒开啊。哦嗨哟，哦，hello 甲哦。啊，你今仔嘛是会叫，哦嗨哟，哦 hello， 啊，你们两支做要叫，你是不是要叫我死啊？你要包死，他这个故事结构脚本还是要写一下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多谢。哎，卖失志，好。一波四级，一波，一波啊！你才有信心。无反弹。哎，但是我有，拍波啊！哎，拍波。后一个我们欢迎的这个查某囝足高追的，伊讲吼，伊一届会当食5碗茶碗蒸，啊，伊的名号做5碗蒸。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5碗茶碗蒸的5碗蒸。今仔日呢，我要来演一个8点档的片段，但是我需要一位演员。好，干嘛8点档的哦？8点档的。这是专门的啊！哎。啊，我是主管。哦，你是我是主管。你咧互相的。哎，较早讲的嘛，哎呀。我是主管。好，我是。你要甲我请假，请一天的暑假。哦，好。Amy 姐，我是想讲，我明仔载要甲厝林去高雄一逝啦，想讲我明仔载敢袂当，就甲你请假一工安尼。小姐，
一年365天，有52个礼拜，一礼拜遐困2天，你就敢若剩200，伊敢会当做代志啊？一天你就搁有16点钟毋免做代志，你就爱搁靠着170天，一天你就搁用30分钟去啉咖啡，你就爱搁靠着23天，你就敢若剩68天会当做代志哦。一天你就搁用1点钟去食中昼顿，咱国家搁有5天的固定假日，你就敢若剩15天会当做代志啊？剩5天哦。公司对你袂歹吧？哈，一年搁互你休14天的年假，所以你就敢若剩1天会当做代志。你即马甲恁祖妈讲，你要休1天的暑假。嘿，无安尼，我辞职好啊。做啊啦！我不会做啊啦。这是表演艺术系，我感觉伊的算小真厉害，是应该去读数学系。嘿啊，那这应该样去做搞。会计。干掉啊！好好啊，加油，袂歹。表情袂歹，表情袂歹。后一位这个人，伊讲伊是一个歌手，伊讲是野兽派歌手，人拢好叫伊阿周，伊的名号做郭建州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兴和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的阿周啦。哎，阿秋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今仔日来要甲恁大家讲一件代志，就是恁一定爱注意，骑车一定爱注意安全。为什么咧？因为前几天啊，我迄个时阵搭下课，啊要转去的时阵啊，我就骑车，啊强要到厝内底的时阵，啊，就爽的。今日是快乐的出发，出车祸啦！我迄个时阵啊，停落来了，我就伫遐甲讲，你哪拢无咧拍方向灯啦？然后迄个阿伯哦，落车生气哦，安怎先大声先赢许？我迄个时阵想讲，即摆什么情形啊？我会错吗？然后伊就甲我讲，伊开始骂我哦，骂讲什么？哎哟，足歹听的啦！伊骂讲，啊你是要去投胎哦？啊你收尸有收遮尔紧无？哦，伊搁要甲我拍呢。我一棍落去，你倒去知影无？哦，莫看这么大张，我嘛是会惊的呢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若是发生车祸，一定要录影，无就录音。所以啊，录音，爱保护家己。所以啊，你若是想要听迄个阿伯安怎甲我骂，会使来找我哦，我有保护家己。谢谢。阿谢谢哦。咱讲伊这个卡本吼，规头壳尾拢有画面。有哦。所以吼，你广告书吼，你练喙花，你除了爱笑点爱精准，你咧画面还有观众，才有法度缀你一直行。哎，慢慢啊，你莫紧张，小可紧张。你若搁较自然的吼，你的 A 卡甲你的 B 卡会足清楚的。哦。阿伯，你哪安尼啊？安怎？因两个人会足清楚的。好，加油！阿周，感谢。还有请陆丽华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武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的学生，我叫做阿华。有一天，我甲阿妈咧看8点档，一开始我无兴趣，只是坐伫咧边仔写功课。雄，伊就开始一直干掉。哦，骂啊，开始啊，要骂啊。好，这个查某老是创啥啦？穿甲安尼还阁讨客兄，真正是小查某呢，无救啊啦！我就发现讲台语足有气魄的，为你亲像维美先生共款，会使甲马桶用甲清气溜溜。我就开始对台语有兴趣。最后，我会来参加这个节目，主要原因是想要互家己加讲台语，甲别人还是讲台语的撇步。再有一个原因是想要上电视，互厝内底的人知影我做会到。我毋是较早迄个足必须的我的表演到这为止，多谢大家。好，加油！好，谢谢阿华，谢谢阿华田。啊，感谢阿华。来，今仔日的最后一位天威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叫做林天威，西历1993年生，唱跳 rap 若叫我拢会，本事会甲人高卡底，有我伫的每一天拢是你的 Happy Day。Happy Day。大家好，今仔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代志吼，我有发现咱人敢若是天生就真会表演的动物，尤其是咱查某囡仔，自细汉跋到大汉，这第一句话叫做我要到啊。有一届，我甲我朋友约伫个过年的时阵，我已经到啊，我敲互伊，伊甲我讲伊要到啊嘛，我就对遐等，对透早等到暗时，对春夏秋冬等一年，等到明年过年的时阵，伊嘛是甲我讲哈，伊要到啊。
所以讲吼，第二句话叫做“这互你食”。这款时阵，你就知影讲，这个物件一定是拄则落伫涂骹方打过。啊，这第三句话叫做较无共款哦，大部分拢是查某囡仔对查某讲的。学长学长，嘿，查甫囡仔，查甫囡仔，查某囡仔对查甫囡仔，查甫囡仔，所以是相对相讲的。男性对女性讲的。男性对女性，啊，你是歌星，查甫的对查某讲的。对，大部分拢是安尼。这款话叫做我车歹去。有一摆就是阮母啊甲我讲，结婚了后，有一摆阮老爸想要摕一寡所费，但是咧，阮母就讲，以前迄台车啊，毋是定定过灯工就家己好起来吗？阮老爸就讲吼，嘿，这台车啊，以前是以前，即马是真正歹起来啦。OK。好，感恩。三句话其实足干脆啊，咧啪啪啪。啊，但你要讲哦，大家等于好发言一下。好，查甫囡仔，查甫囡仔，查某囡仔，查某囡仔，差不多啊。 OK， 好，加油练习一下哈。好，差不多啊，来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今仔日吼，共款啊，你看有10位这学生啊，起来甲大家表演安尼，希望大家看了会欢喜。嘿，今日多谢各位的参加，偷偷秀台语全民练水会。